喂，你最近睇樓睇成點啊？究竟想買邊度？珠海市區當然方便啦，但係價錢又真係唔平噶。買遠少少又驚過關咧唔方便，平時來回咧又非常之麻煩。週末一家大細出門都會巨喎。咁你最擔心係咩呢？最驚買完之後聽到樣嘢都好，但係買咗之後發現過關又唔順啦，配套又唔齊啦，住落嚟咧又唔方便。港澳人買樓最驚唔係貴一啲啊，係買錯咗以後日日都要去遷就啊。OK 啦，而家大家都卡住喺呢個問題度呢。今日呢條視頻啊，真係要睇完喎，因為中澳春城正就係好多港澳買家一路問、一路比較、一路猶豫嘅一個樓盤啊。嗱，大家好，我係正宏置業嘅 Hugo 啊。今日唔講虛嘢啦，我直接將佢嘅區位、交通、社區配套、缺點同埋結論，同你一次過講清楚。好嘅，我照讚；唔好嘅，我都會直接講出嚟。等你睇完呢，心入邊就有條數啦。先講下區位啦，好多人成日聽到坦洲咧，第一時間就會覺得唔係珠海喎，咁住得究竟掂唔掂呢？但係老實講，真正住落去，最影響你嘅生活嘅，從來都唔係個名，而係你每日出行要幾耐。咁中澳春城咧就係坦洲嘅環市南路131號啦。嗱，呢一條路咧正就係貼住坦洲嘅最近珠海嗰個主幹道之一。我自己實測去到拱北口岸大概係15分鐘左右嘅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嘅咧就係20分鐘，去到華發商都同埋三武會員店咧7到10分鐘左右。換句話嚟講，呢度最值錢嘅其實唔係坦洲2個字，而係佢同珠海嘅生活圈其實非常之近。區位上我會俾到一個9分嘅，咁扣嘅1分咧係因為好多買家心裏咧始終會介意呢度唔係珠海嘅市區啦。先講下最實際嘅交通先，買樓唔一定要買最豪華嘅，但係交通唔順暢咧，你真係會好唔舒服。因為裝修得幾靚都好啦，條路唔順啦，日日受罪嘅就係自己啦。嗱，睇翻我後邊啦，其實中澳春城一出門咧就接住呢個環市南路嘅，咁可以直接轉到珠海，連接埋去南屏、拱北、前山都非常之近啦。咁附近又有香海嘅入口啦，咁去到港珠澳大橋基本上順利咁樣去上高速嘅。OK 啦，就算你唔揸車都唔需要擔心，樓下就有995路嘅公交站可以去到拱北嘅口岸，仲有港澳客戶非常之實用嘅就係直通巴士，去到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都有班次嘅，再加埋停車位咧300蚊一個月啦，非常之充足嘅車位，對於港車北上嘅家庭都非常之友好，所以交通咧我會俾到8.5分嘅，未必係天花板，但係港澳客戶最緊要嘅咧就係快、順、方便，佢基本都有齊晒噶啦。第三樣嘢睇翻個社區先，中澳春城佔地咧22萬平方米，建面係80萬平方米，53棟樓，接近6000戶啊，經典嘅一個大樓盤啦。大樓盤嗱，唔係睇佢有幾大啊，而係睇佢住落去究竟舒唔舒服。咁呢度咧有32%嘅綠化率啦，園林係唔算豪宅級別㗎，但係至少都唔會一片水泥嘅感覺啊。有成人同埋兒童嘅游泳池啦，對於夏天嚟講，家庭客戶咧都非常之實用啊。有彩虹跑道、晨跑、夜跑都非常之方便。兒童樂園咧都有2至3個分佈點㗎，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嚟講，好加分㗎。咁樓下咧仲有超市啦、餐飲店啦、快餐店啦、藥店、快遞站，買支水、食個飯、拎個快遞都唔使專登揸車出去嘅。物業管理方面咧唔算豪宅級別，但係清潔門港基本上嘅秩序都過得去。整體社區我會俾佢7.5分，佢絕對唔係一眼咧就非常之驚豔嘅樓盤，但係勝在住落去都非常之舒服啊。第4樣嘢啦，睇翻佢個配套啦。嗱，一個盤住得舒唔舒服咧，唔單止係屋企入邊啦，仲要睇屋企出邊係咪樣嘢都方便喎。中澳春城樓下嘅基本配套咧就非常之成熟啦，起碼你嘅生活嘅起居樓下你就搞得掂。3公里範圍內咧有華發商都、三武會員店、環宇城、成豐廣場啊。換句話嚟講，日常食飯、買嘢、睇戲同屋企人行一行，都有唔錯嘅選擇啊！醫療方面啦，5公里範圍內咧有珠海市人民醫院同埋香洲人民醫院等級別嘅醫院啦，日常應急都非常之夠用啊！咁配套我會俾到佢7分啦，日常嘅生活絕對係夠嘅，但係你要核心位置最密集嘅地方，市中心嘅配套始終都係珠海市區會佢更加直接嘅。OK， 咁講到呢度最重要嘅就唔係個盤好唔好啦，而係
佢究竟啱唔啱你啊？中澳春城我覺得最適合咧就係4類人啦。第一類就係日日要過關返工嘅澳門打工族啦，香港打工族啦，1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拱北啦，時間優勢都好實際嘅。第二個就係你個預算有限，但係想住大型社區嘅退休人士，100萬出頭就可以買到面積唔細嘅新樓，仲有花園、跑道、泳池。第三類就係港車北上過嚟過週末嘅家庭啦，樓下有直通巴士，去到商場同三毛都非常之近啦，過嚟住2日都唔會覺得攰啊。咁第4類咧就係想長線收租嘅客戶啦。嗱，呢一個樓盤咧，港澳比例咧係非常之高嘅，租金咧都非常之活躍。89平方大概租到2500到3000啦，回報率大概係3厘幾嘅，算中上嘅水平啦。不過一個盤佢究竟值唔值得信呢？唔單止係睇佢個優點有幾多啦，講翻佢個缺點，大家可唔可以接受得到？中澳春城第一個缺點就係樓間距唔算特別闊啊，尤其係底層嘅單位啦，開揚性係一般般嘅。第二個缺點就係周邊仲有少少施工啊，5期6期仲喺度建設中，咁部分嘅單位可能會受到噪音嘅影響啊。第三個缺點就係裝修咧偏實用，品牌咧唔算太差，但係都唔會好豪華喎。第四個啦就係學區好普通，咁如果你買樓個核心咧係衝住呢個教育資源嚟講，咁呢度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啦。呢啲缺點咧，我都唔會幫佢遮遮掩掩嘅，因為買樓咧最驚嘅唔係有缺點，係落訂之前有冇人同你講佢有乜嘢缺點。綜合睇嚟啦，我會俾中澳春城總10分咧就打個8.8分啦。咁佢嘅優勢都好明顯嘅，位置離珠海個市區好近，過關都好近，價錢有優勢。咁佢嘅社區規模夠晒大，港澳業主多，咁生活圈嘅成熟度咧都唔差嘅。短板我都講明啦，樓間距一般啦，周邊有施工啦，裝修偏實用，學區就比較普通。咁如果你係每日過關返工預算咧，想穩穩陣陣嘅，想住一啲大型嘅社區或者想長線收下租啊，中澳春城真係值得你去考慮嘅。咁如果你要追求頂級嘅豪華感覺、名校同埋零瑕疵施工嘅環境咧，咁我直接勸你睇一睇珠海嘅市區。只不過預算可能要加多1倍幾啊！買樓最緊要唔係買最貴啦，亦都唔係聽人哋講得多啊，而係買啱自己嘅一個生活方式樓盤，啱你啊先係好樓盤。如果你都想攞翻中澳春城嘅完整測評報告、最新嘅特價單位同埋各個戶型嘅實拍視頻咧，點擊我個頭像私信我測評2個字，我即刻 send 晒俾你。記得俾翻個 like 啊！下次我繼續幫你拆解一下樓市嘅包裝，揾真正適合港人嘅樓盤。我係精雲置業嘅 Hugo，呢期視頻咧就到呢度，北上置業你最暖心嘅 friend。